拜开始，咱会当自己伫遮来敬拜咱上帝。伫礼拜开始之前，咱会先安静咱的心，邀请圣神就充满伫阮每一兄弟姊妹的心中，咱做伙来安静咱的心。嘴所讲出来的话，拢求主赐予阮有一个愿意悔改的心。咱做伙开声，来向主来认罪。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感谢你，求你帮助阮做一个完全的人，保守阮离开一切罪恶。主啊，咱将咱的心向你拍开，求你来光照阮，愿意伫你面前。悔改，求你搁一摆用你的宝血来洗清咱一切的罪，甲不义。煞遮，咱嘛为着家己来祈祷，求主帮助咱未来道路会当对主来当行。不管是伫生活中，也是伫新工作、学校，咱所拄着的挑战甲困难，拢求主来帮助。因为主是咱离开咱的源头，是阮所挖开的石磨，咱做伙为着家己的需要来祈祷。慈悲听海天父上帝，我感谢你，咱将阮家己的需要拢交托伫主你的手中，不管是伫咱所生活中的事，还是伫咱的工作、学校，咱所拄着困难，主啊，求你来帮助咱，也求你引带咱未来的道路。主的脚步来当行，求你看顾咱的家庭，时时刻刻拢有主你甲阮同在，拄着困难时，来咱倚靠你，亲近你，感谢你，感谢你。第三，咱嘛向主来献上感谢甲懊恼，感谢主伫每一天的保守以及带领，也感谢主无限的恩典以及慈爱。咱来向主来献上感谢，甲懊恼。天父上帝，感谢你，感谢你伫患难中赐了平安，伫温暖中时解决咱的困难，也为阮备办未来的道路。感谢你对阮无限的恩典以及慈爱，主啊，你是公义、信实、永无改变的上帝。主啊，我感谢你，主啊，我感谢你。
要迎接50禧年，求主兴起阮的教会，成做一个属灵的教会，互阮会当更较亲近主，甲主建立亲密的关系。那么为教会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主帮助咱富强人有较无真理的心，愿意互受造就，热心传福音来祈祷。那么为教会中身体有病痛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主医治因，主了开力，伫因的心中，咱做伙开声来为教会来兄弟姊妹来祈祷。谢天父上帝，咱将咱的教会拢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帮助教会，成做一个属灵的教会，也成做一个主所喜爱的教会。来较健康的管理，真心能力，让我开始你的同在里面。那么为教会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主的听就像满伫兄弟姊妹心中，来会用彼此相听，真像伫命里听咱。那么为病痛中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你甲因同在，主了医治伫因的心中，互因拢充满快乐。那么为着教会的牧师、下牧师、谢牧师、詹牧师夫妇、中职、小组长以及所有的同工来祈祷，求主带领因，并赐了智慧伫因的心中，也求主保守看顾因的出入平安、健康以及家庭，拢有主甲因同在。咱做伙开声来为着教会的牧者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求你赐了智慧，让教会的中职、小组长以及所有人的心中，互因同在，记得主你满怀无尽，保守跨过今日的礼拜，让圣灵充满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心中。那么为今仔日詹牧师所要传讲的信息来祈祷，求主安静咱的心，互咱会当做伙来领受你的话语。咱做伙开声来为着今仔日的礼拜来献上咱的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求下你将光照伫阮今仔日的礼拜当中。我甲阮每一个朋友以及
咱来邀请兄弟姊妹，咱为做正起你做灵药，就是要感你，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心上，因为主是灵药的君王。主，你是弥赛亚，你看到阮所有一切尊重甲恶乐，咱要献上咱的敬拜，咱嘛要尊重你的名。
诗18首，我心俄勒上帝。亲爱的主上帝，阮搁一摆带着一个敬虔、靠无的心来到伫主你的面前。主啊，求你透过今仔早起时，阮伫遮所祈祷、阮所学乐、阮所唱出对你敬拜的诗歌，互阮搁一摆来回应着伫你无限的恩典，因为你牵着一切的尊严。牵着阮一切对你的学乐，主啊，求你透过今仔早起时的礼拜，也互阮搁一摆看见着你的恩典、你的平安，甲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三角地地。求你帮助阮，互阮伫早起时的礼拜，会当搁一摆看着主你的荣光，着显明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中，也伫阮的教会中。求主你帮助，特别伫今仔早起时的礼拜。要透过这个青少年的带领，用因每一人无同款的温数来服侍今仔日的礼拜，也来回应主你对因的疼痛。求主你加添因气力，互因会当伫今仔早起时，用因的性命，用因所领受到的恩典。来诚做芳芳的祭，献上伫主你的面前，也求主你赐福伫今仔早起的礼拜，互阮无共世代，无论是青少年，也是社青，也是年长，互阮每一个今仔早起参与礼拜的兄弟姊妹，虽望无共的背景、无共的文化、无共的思考，但是互阮伫早起时经验着共同的上帝。互阮搁一摆看见着主你的恩典，白白享受伫阮每一人的心中。互阮搁一摆透过礼拜，也来看见着主你的同在。愿主你帮助，来引带今仔日的礼拜，也来保守阮每一人兄弟姊妹的心。这时，我嘛要用主你所教导阮的祈祷文，阮要做伙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
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人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有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市，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听者。K 影，请郭家庭同学。咱做伙来K影，K影文第2篇诗篇第1篇。无谈歹人的计谋，无坐邪道者的位。伊爱无上主的律法，伊亲像果子树栽伫溪边，叶嘛会打去。歹人就毋是安尼，所以审判的时，歹人会互上帝算数。因为义人的道路有上主会看顾。祈祷，请吴恩琪同学来带阮祈祷。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伫今日的日子，感谢你，予阮会当平安的自己伫遮做礼拜来亲近你。阮要伫遮来领受你的话，每一工活出你的教示，予你的国领导，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主啊，特别今仔日是青少年的主日，阮感谢你的引带，予足侪的青少年会当来到教会当中。予阮伫少年的时阵，就有机会入捌你的文典。伫青少年的群体当中，嘛学习安怎扶持成长。嘛感谢你的保守，予提摩太牧区的青年，今仔日会当伫遮透过无共的文字来服侍你，荣耀你的名。阮嘛恳求你伫一个世代的每一个青年同在，守住你济济的文典，嘛予阮会当体会到你的疼。阮将青少年的功课、人甲人的关系、健康、家庭、信仰、成长，拢交伫你的手内底。伫功课顶悬有你的看顾，伫未来人生当中会当拍开阮的眼界。伫人甲人的关系当中，阮有智慧甲柔软的心，知影安怎甲人和好，佮关心身躯边有需要的人。伫信仰当中会当有你的坚固甲勇气。专心倚靠你，入捌你，一生行伫你所欢喜的道路。愿主透过今仔日的礼拜，予阮会当思考青少年事工的重要。求主会当引带阮，会当知影你的心意，通过教会的帮助，加做青少年成长的祝福，嘛予青少年的性命，加做教会复兴的动力。搁一届将今仔日的礼拜全交伫你的手内底。予每一个来到你面头前的人，会当透过礼拜得到利益甲祝福。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圣经传道书第11章第40到第60，以弗所书第3章第20节到第21节，请有佩心甲有佩安同学来读。传道书11章第4节到第6节。看风势的人袂去夜静，观察天色的人袂去收歌。性命的活开，安怎伫老母的子宫食做形体？你毋知。创造万物的上帝的作为，你嘛毋知。早起时着夜静，到下昏时手嘛毋通停，因为你毋知会惊死的是即个，也是迄个，也是两个拢会惊死。以弗所书第3章20节到21节，上帝会当用伊伫咱中间的运行的大能力，大超过咱所求所想的，来成就一切。愿荣耀伫教会中，通过基督耶稣归互上帝，到世世代代，有穷有尽。阿门。咱即马请提摩太牧区来献诗，因要献的诗歌是《生命的更新》。献诗了后，请曾瑞平牧师来讲道。第捌是，即马就是上好的时刻。
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晚咱搁一届来到伫主的圣殿敬拜俄罗伊，特别今仔日2场礼拜，咱看到提摩太牧区的青少年，和咱做伙伫遮做伙敬拜俄罗咱的上帝。无需邀请搁一届，咱用拍谱啊来食，甲遮青少年做一个鼓励。我想一间教会需要有无共款年纪的人参与伫当中。当教会有无共款年纪的兄弟姊妹参与伫当中，咱得看见这间教会伊有侪无共款的模样。当有囡仔像顶礼拜时，咱看见是有一群囡仔，因为有儿童的夏令营，有侪囡仔参与伫夏令营，因嘛来献诗。今仔这礼拜，咱看到有青少年，因用因无共款的温素，伫遮来服侍上帝，用因非常有活力。非常热情来伫遮和咱做伙敬拜上帝。愿上帝赐福伫咱的教会，无论伫青少年，也是伫咱教会无共款年龄的阶层，拢有上帝的保守看顾，互咱的教会伫上帝的带领内面，互每一个无共年龄的兄弟姊妹拢平平得到祝福。伫阮提摩太牧区。阮平常时，阮拢伫拜六暗时咧聚会。伫礼拜主日的时阵，可能遮个青少年会来参与伫主日礼拜，但是来参与嘛，大部分伫第二堂才来参与主日礼拜。所以对第一堂的兄弟姊妹来讲，可能较少有机会和遮个青少年斗阵，较少有机会和遮个青少年会当有这款的机会做伙来礼拜。阮的提摩太牧区，阮是伫拜六暗时。阮每一个礼拜拢会伫对面的教育中心来聚会。阮提摩太牧区为国中开始，一直到伫研究所，遮只要是学生的这个阶段的青少年，阮拢非常欢迎因做伙来参加。阮即马提摩太牧区大概有差不多35位到要40位的青少年，逐礼拜伫教会中来出任，伫教会中参与来聚会。所以阮的聚会，我嘛。不断在想，会安怎会当来吸引这个青少年，也是会当伫聚会中安怎来帮助这个青少年，伫因年轻的生命内面来起做特别因对信仰的认捌。所以，阮伫阮每一届拜六的聚会，阮除了头前阮会敬拜，会做伙唱敬拜俄罗的诗歌，我嘛会有。这个破冰会有游戏的时间，透过这个时间，互每一个青少年会当精进，来互因建立伫聚会的状况。我嘛有报告的时间，就亲像伫主日礼拜会有报告一样。而且特别的是，阮的报告毋若是报告教会，也是牧区的消息。阮每一届报告的时阵，我嘛一定会加入国内也是国际的消息，目的是要互这个青少年。互因通会当敲找这个资料的时，毋若是看到因身躯边，也是伫学校发生的代志，搁较互因会当注重伫咱的国家，也是伫这个国际所发生的代志，甚至为这个代志来关心来带导。然后，阮伫报告了后，阮会有一段分享信息的时间，透过这个信息来，互这个青少年会当来认捌着信仰。然后，阮每一届的信息分享了后，阮最后嘛有小组的时间。阮即马有分做是4个小组，虽然阮即马还袂讲真正有设立小组长，无像其他的牧区讲已经有稳定设立的小组长，但是阮即马开始有运作有4个小组，用无共款的年纪，嘛分无共款查甫的和查某的嘛是分开，互因伫无共款的年纪，因会当找到好的朋友。特别是找到熟龄的朋友，互因伫教会中会当得到帮助，互相支持，互相来鼓励。所以除了阮每一个礼拜拜六固定的聚会，我嘛伫可能每3个月还是每2个月，我嘛会办一寡特别的活动，我嘛会邀请遮个青年，伊会当去邀请。因的同学，也是邀请伊的朋友，会当来参与遮无共款的活动。所以，伫阮即马提摩太牧区，阮开始建立
一个无共款的阶段，就是牧师所讲到，阮开始，互遮个青少年有较侪服侍参与，也互因开始有一个稳定的小组的生活，互因有一个稳定的牧区的生活，互因伫青少年的时阵，因就会当明白到即个信仰，互因通伫青少年的时阵，因就通伫遮找到因好的朋友。所以牧师嘛，搁一摆邀请咱的兄弟姊妹。若是你厝内，也是你的厝边，也是你有熟悉遮个青少年的朋友，为个国中甚至到研究所拢会使。你若有熟悉即款的青少年，牧师邀请你，你会当甲伊招来到伫教会。阮每一个礼拜六暗时6点，阮7点，拜六7点，阮拢会伫对面的教育中心暗时来聚会。所以嘛，望有搁较侪的青少年。会讲进入伫教会，特别咱知即马开始拄着一个真大的困难，就是拄着少子化的问题。咱知可能囡仔会愈来愈少，看起来敢若是一个危机，但是往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当囡仔愈来愈少的时阵，咱找对象就剩遮的。以早是足侪，哇！我要去倒找足侪的，但是即马少子化变做是哇，就剩遮的，敢若剩一寡。但是这剩一寡、剩少的时阵，这颠倒是咱，互咱有一个机会去这少的人去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会当来讲着信仰。所以牧师搁一摆也鼓励也邀请你，若是伫你的厝内面，也是你的厝边，你所认捌的有遮个青少年，邀请因来到伫教会，特别会当参与着青少年的牧区，互因伫青少年时期会当认捌到这个信仰，诚做是因一生的帮助。也愿咱的兄弟姊妹继续为着这个青少年来祈祷，也为着因看到因伫教会嘛，为着因来鼓励为着因来鼓励。所以牧师先伫一开始，咱嘛来大家来分享伫咱即马提摩太牧区。一寡最近的所伫运作，也是咱最近提摩太一寡些状况，互大家做伙来了解。今日牧师要和大家做伙分享一个题目，叫做即马就是上好的时刻。等下牧师分享到一半的时阵，牧师嘛会邀请几个青少年做伙起来台仔顶，伊嘛要用因家己伫教会中，伫这个时刻。因所经历的信仰，因伫这个牧区、伫小组，也是因伫服侍中，因所经历的上帝，因所因这个年纪，因所体会到的信仰。所以，等下牧师会先分享头前的半段，然后牧师会邀请几个青少年和牧师做伙来分享，然后牧师会将这个今仔要分享的后半段来做一个结束。好，所以伫开始分享进前，咱搁一摆来做一个祈祷。亲爱的主上帝，感谢你，互阮伫今仔日到伫主你的面前，做伙来调记你，调伙来学了你。特别今仔日，阮看见无共世代的人做伙伫遮组织，用同一个心志来敬拜，来学了你。求主你帮助，透过阮无共世代所经验到的上帝，阮无共世代所经验到的信仰。拢会当诚做是阮对你美好的回应，也求主你帮助，透过你的话语，搁一摆互阮得到激励，互阮搁一摆得到阮生命的利益。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生命来求，阿免。今仔牧师特别伫这个算是青年事工的主日，牧师要和大家做分享这个主题，就是即马就是上好的时刻。拄仔咱两个同学佩欣、佩安有带咱来读过这个圣经，一个伫传道书，一个伫以弗所书。传道书的这个经文，咱若对圣经较了解，就会知传道书是所罗门王伊伫伊较年老的时阵，伊所写的这个哲学的文学。咱若有看机会看传道书，咱会看见伊对伊的一生，对伊人生的经历。伊重新去思想，伊重新去思想讲，伊人一生对开始到伫年老所经历的一切，然后伊嘛伫当中看见着上帝的帮助。所以，咱今仔看的这个传道书，咱做伙读的这个传道书，也是所罗门王伊所
写落来非常有智慧，非常值得咱嘛来思考的一段圣经的话语。这段经文提醒咱每一个人，伊互咱知，伊互咱每一个人知，咱爱对生命中逐项的代志，爱有一个积极的态度。对可能毋知未来会安怎发生，未来毋知会安怎经历，但是嘛无应该停止手中的工课，停止手中的付出。这条经文互咱一个提醒，互咱知，咱生命面对任何代志，爱有一个积极的态度。互咱知，就算未来毋知会安怎发生，毋知未来的路会安怎继续行落去，但是嘛无因为安尼就停止手中的工作，无因为安尼就将原本在做的代志放落来。无说今日要用透过这段经文，其实要互咱大家做伙来思考，什么是上好的时刻。无说一开始讲今日是咱知今日是青少年的主日，咱知今日透过这个青少年来服侍，来帮助咱做伙来敬拜上帝。我想对这个青少年来讲，即马是上好的时刻。对这个青少年来讲，即马是一个上好的时刻。咱知咱人一生成长的咱人一生成长，其实时间过了真紧。其实有时阵无注意的时阵，时间就过去啊。无注意的时阵，原本咱所准备想象真紧就过过去啊。所以更较重要的是，对这个青少年来讲，即马是非常重要，但是嘛是一个上好的时刻。所以无需要透过这个经文，有三个要和大家做伙来分享。第一个，即马是一个专心交托的时刻。即马是一个专心交托的时刻。第一段咱所看到的经文，传道书11章第40安尼讲，伊讲你若是要等着风调雨顺，等着一切拢准备好啊，那安尼你永远无法度夜静。永远无法度通收割。传道书的作者甲咱讲，若是咱要等待，啥物拢已经准备好啊，啥物拢已经完备啊，才要去夜景，才要去开始进行，安尼无法度收割，因为永远拢在等待，因为永远拢在等，啥物才是上好的时机，永远拢在等，爱全部的代志拢爱交整啊，我才要来开始来进行。特别伫我拄仔讲面对青少年，咱看见青少年因的成长的历程其实非常的紧，因咧大汉嘛真紧。我相信在座有侪做阿公阿嬷，甚至有做阿祖啊，在座嘛有侪的爸母，咱拢知囡仔咧大足紧的。特别伫青少年的时期，因开始进入到一个真大心理也是这个身体的变化，有时阵互咱无法度通完全掌握，特别伫这囡仔咧大汉的时，咱嘛会想哇，确实囡仔咧大汉真紧，囡仔咧大汉伊的成长嘛只有一届尔，伊为国小到伫国中到伫大学，嘛是一个阶段，为12岁一直到20岁，这嘛是一个阶段，过去就过去啊。人无可能搁等到18岁，等到12岁，过去就过去啊。学习嘛是为国小到伫国中到伫高中，就一直过去啊。但是咱搁较爱注意的一项代志是，其实信仰的历程嘛只有一届。无所谓意思，毋是讲毋是讲后来大汉，还是这个已经出社会啊，较信主，安尼叫奇怪的代志，毋是这个意思。无所谓意思是要讲，其实这个囡仔在大足紧，这个囡仔在接触的物件真多。有时阵咱会先想啊，我的囡仔，这个青少年。我爱先互伊准备好，无论伫学业爱准备好，人际关系爱准备好，啥物代志我拢爱先甲准备好，我才互伊来认捌着这个信仰，我才互伊来会当接受着这个信，来互伊来认捌福音。其实咱认真思考一项代志，生命成长一届无毋对，学习嘛是一届无毋对。但是，迄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是，咱敢有伫因青少年的时阵，当因的心搁柔软的时阵，咱就互伊开始伫认捌福音，互因通听见着这个信仰水的道理。
其实咱知即摆即个时代的青少年，因咧认捌两个主。即个时代的青少年，因嘛咧认捌两个主，一个是咱所信仰的即个主，另外一个是即个世界的主。其实我侪甲即个青少年咧分享，我甲因讲世界，即个世界嘅世界嘅大观，即个社会运作，常常一定爱是先做了上好的。常常拢是一定要有成就，一定要趁到上侪的钱，安尼看是会互人看会起的，这才是人一生爱追求的。但是即个信仰内面在讲的，在追求的主，毋是这个。咱在信仰内面在讲追求的主，是这位无论伫咱好业善业，伫咱人生拄着关山，还是拄着山谷的时阵，伊永远帮赞咱。伫咱的生命的头前伫引带，其实咱了解即摆的青少年，即摆的时代其实真困难，有侪的挑战，有侪引诱的代志。即摆的即个时代的青少年，因嘛咧认捌两个主，咱选择互因认捌对一个主。我知诚做是一个父母，也是一个家长。一定会足烦恼我的囡仔，烦恼我的囡仔，若是无对着别人，还是我的囡仔若是无好好啊伫伊的工作，还是伊的学业有认真，那安尼以后要安怎？但是咱的信仰甲咱讲，咱的信仰互咱一个提醒，咱的主是这位独一的真神，伊才是咱生命的主。当这个囡仔因搁在成长的时，然后因就开始认捌，互因通知伫教会中，伫这个信仰中，安怎去追求人生的道路。我想这对因一生有搁较大的帮助甲利益。无所谓意思，毋是讲若安尼就莫读册啊，还是都毋免拍拼、免努力啊，毋是这个意思。是咱搁较爱注重伫咱遮的囡仔、遮的青少年，因虽望有因家己爱做的，有爱追求的代志。但是，咱嘛学习交托交伫主的手中，互因通有机会，互因有搁较侪的时间，会当来认捌着这个信仰，互因有搁较侪的时间，会当到伫教会中来看见着主的恩典伫因的心上来成就。所以，第二个牧师要继续来分享，即马嘛是一个专心瓦靠的时刻。即摆嘛是一个专心瓦靠的时刻。拄爱经文安尼讲，伊讲你无法度了解一个新的生命安怎伫老母的腹肚中来成长，你嘛无法度明白创造万物的上帝伊安怎来工作。咱无法度通了解一个生命安怎伫老母的腹肚来成长。同款，咱嘛无法度完全了解上帝伊的创造，上帝伊的工作是安怎来成就。所以，咱在拄仔经文，咱有看到，其实人足期待收割的时刻。人嘛咧看时，讲啊，这个时阵若是开始夜景，我有好的收成。其实人拢会看，人嘛会期待讲，我要得到一个丰盛，得到一个收割。但是，更较重要的。是爱，更较重要的是爱先认捌上帝，亲近咱的上帝。这个环境变化非常的快速，但是更较重要的是专注神伫背后迄个行奇妙作为的上帝。对经文，互咱看见讲，无法度通了解这个运作是安怎，无人通完全理解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伊是安怎这行伊奇妙的代志。咱拢期待看到一个结果，但是实际上，咱搁较重要是爱认捌上帝、亲近上帝，注神伫这个背后的上帝，伫这一切所动工的上帝的背面。咱知伫青春期这个青少年的年纪，是一人成长非常紧、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伊的心理的变化，也是伊规个人的变化，非常的紧，咱无法度通完全理解。咱无法度通完全来了解讲一个青少年伊在想的是啥物，但是虽望咱无法度完全看见，
咱无法度看见上帝的作为是啥物，咱可能无法度完全看见讲上帝伫即个青少年、伫即个囡仔的身上要成就啥物。但是，互咱嘛会当看见遮的青少年因每一项特别成长的即个阶段，会当好好来使用因每一个人特别的恩赐甲特质。当遮个囡仔咧大汉的时阵，伊会产生真大的变化。可能互咱无法度通理解，但是求上帝互咱有智慧。当咱期待讲这个囡仔要紧大汉、紧有一个改变的时，其实求上帝互咱有一个智慧。特别你厝内若有青少年，你要求上帝互你智慧，向上帝祈祷，互咱看见伫即个变化的即个时期，即个青少年的身上，咱有望看见因特别的所在，互咱搁看见因每一项、每一个因的恩赐。甲因每一项的特质，所以即马嘛是一个专心挖课的时阵。当面对青少年的变化，当面对青少年侪的遮个困难，即嘛是一个专心挖课的时阵。第三个，即马嘛是一个专心夜整的时刻。第三，无需要同大家分享，即马嘛是一个专心来夜整的时刻。经文。最后第6节伊安尼讲，伊讲无论早起也是暗时，拢爱夜整，因为毋知你所夜的整，啥物时阵会成长，也毋知你早起夜的是毋是比暗时夜的搁较好。伊讲无论早起、暗时，拢犹原夜整，因为毋知夜整的，咱所夜的整，毋知啥物时阵会成长，也毋知啥物时阵夜的整会发了较好，所以。拍拼夜整，温群来做每一项代志，完成咱手中的工作。夜整毋是讲等准备好啊才做，是有一个每一工拢爱做，是一个看到未来的期待的心态。夜整毋是讲毋是讲安尼完全拢准备好啊，也是讲看时，是爱每一工拢有机会。而且是对未来有期待的一个心态去做这项代志，所以牧师嘛要邀请大家，即马是一个夜整的时刻。其实咱知即马伫侪的教会拄着一个困境，侪的教会嘛开始拄着后一代已经无去啊，无青少年，无儿童。安尼对一间教会来讲，是一个非常严重，而且是一个非常挑战的代志。因为后一代无去啊，以后无人通继续承接教会，无人通继续来承接这个福音的使命。所以，即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也是咱专心夜整的时。无论透过伫教会因参与伫牧区的聚会，透过因家己参与的服侍，其实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嘛会当做伙参与到这个夜整的时刻。咱的教会，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有一个责任。就是咱爱描写出一个对后一个世代美好的图片。这安怎描写呢？其实，就用咱每一个人表现出咱的信仰，用咱每一个人的见证，互因看见，这就是未来信仰的模样。咱即马每一个人在做的，拢是一个夜整的工作。咱每一个人的使命，咱每一个人的见证，咱每一个人所讲的。拢真做是后一代的青少年，甚至是儿童，因未来看见着这个信仰的模样。所以青少年时光，毋若是遮的青少年的辅导，也是遮的同工做伙在做，其实嘛是咱规个教会的兄弟姊妹，咱做伙会当做的代志。可能你会讲啊，我含遮的青少年无话题通讲，我含遮的青少年平时嘛无啥物见面。但是我想，咱每一届来到伫教会聚会、热情敬拜、热情参与，甚至你若厝内有青少年，你大家讲信仰的故事，讲你的见证，这拢会真做是因所看到、因所经历到这个信仰美好的图片。这嘛会起着因对未来，因看见到这个教会，看见这个信仰，因会当想象到这个是一个非常水的模样。所以这是咱每一个人会当做伙做的一项代志。即马就是一个夜整的时刻，
即马就是一个咱会当用咱的生命来回应、来分享，互遮个青少年，互因通看到美好的时刻。所以，毋若是咱的教会有责任来互遮青少年看见，咱的每一个兄弟姊妹，咱嘛有责任用咱的生命、用咱的见证、用咱的行动、用咱的话语，互遮个青少年看见，哇！原来这就是这个信仰美好的所在。这个时刻，牧师要来邀请5位的青少年，伊要和牧师来，要和大家做伙来分享。因透过因的分享，因要来讲出因伫教会中，伫这个信仰中，伫这个时刻因所得到的。但是因相时嘛要分享，因对教会因未来的期待，因对接下来这个时刻。因伫教会中，因想要参与啥物，因想要会当服侍啥物。这个时刻，咱做伙拍谱啊，咱邀请有5位青少年，伊要来到伫台仔顶，要和大家做伙来分享。OK， 好，来，可能因台语无法度较认得吼，所以因可能等下国语会掺咧讲，吼所以大家就听一下吼，需要翻译，甲举手，我帮因翻译吼，好，安尼，我先请因家己自我介绍一下，吼，先请因自我介绍，好，咱位迄边过来好啊，好，位迄边过来好。大家好，我是升高二的学生，我是提摩太牧区的刘兴凯。我是曾妍欣，今年升高1。大家平安，我是穆怡婷，今年读大学2年。大家平安，我是洪真宇，今年硕士2年啊，要毕业。大家好，我是杨乐多，今年要升高1。OK， 好。好，咱有这5位吼，因拢拄好是无共款年纪的代表吼，有高中的，有大学的，有嘛有研究所的吼。因每一人来到伫教会的时间都无共，每一人来到伫教会的经历都无共吼。所以我要先互因先来分享，因伫大汉的过程吼，为因囡仔儿童到青少年，因对教会的经验吼，也是因那个对教会的印象吼。我先请因来分享第一个，就是因对教会的印象，也是对教会的经验。好，咱啥物先分享？就是你啊，好，就是你啊，哈。我是第2代信徒啊，我伫妈妈的腹肚内底，我就去教会啊。所以我是一个伫教会大汉的囡仔。伫3岁时阵，我就去参加教会主日学啦。阮做伙唱诗歌、读经、玩游戏。虽然迄时阵有时阮班可能只有我一个学生啊，但是主日学的老师游玩就有疼心甲耐心来陪伴我，甲扶持我，我就感动的。所以我趁这个机会感谢曾经教过我的主日学老师。好 ，OK， 所以对妈妈的腹肚就开始伫教会啊，吼，好 ，OK， 好，我们当顺过来好了，好不好？可以吗？好吗？好 ，OK， 好来。我是小学3年级才来到富祥教会，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在小5、小6的时候，有一个很棒的主日学老师，他就是每次都会准备很好玩的活动让我们参加。然后，就是让我们可以对圣经有更多的了解，也让我们班都很期待周日的主日学，就这样。OK， 好，所以你小时候就在教会，细汉就伫教会啊。OK， 但是3年的时阵来到伫富强教会。OK， 好，怡婷，好来，咱来听怡婷细汉对教会一寡印象。我
我嘛是，喂。我嘛是伫教会中大汉的囡仔，伫教会中，互我学习到很多东西。因为其实你遇到困难时，老师们或者是朋友们，他们都会注意到，然后都会来到我旁边跟我讲说：“你很棒，不用因为一些小小的失误而紧张，因为上帝看的不是完美的你。”而是一个你愿意献上自己的心，只要你愿意做，上帝都爱你，真这样。OK， 好，这小时候就有这样的印象了。哦，细汉有这种印象。好，真宇来真宇。哦，然后我跟他们比较不一样，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去过教会，然后也没有印象，对。然后呢，但我只觉得我身旁的基督徒的朋友们都很为他人着想，然后遇到挑战的时候，能够很坚定的表达，这一切都会过的。就是想到呢，我高中老师，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那我准备模拟考的时候，就是有点考不好，然后心里就很绝望这样子。那老师就跟我讲，就是天无绝人之路，他就说，就是你一定会有学校可以读的啦，这样子，他就这样鼓励我。我就觉得，怎么可以有这么就是很不畏惧，然后这么坦然的跟我们讲说，就是一定会有出路的这样子。然后再来是在学测前的时候，他请我们班同学每个人然后写下自己理想的学校。你们就知道那个一个班有几个人，一个班有30个人，他就要为30个人客制化，为他们祈祷这样子。然后觉得怎么那么用心，也埋下我对基督教这个好奇心的种子。那直到我硕士的时候，压力还蛮大的，我就会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没有能力这样子。但我就看到一个影片，他就说不管你是怎样的一个人，上帝都爱你。然后也让我就非常的好奇，那个好奇心就此发芽了这样子。然后我就开始参加线上团契但是线上团契就是我对圣经的了解就是有点听不太懂，所以我很快就去找教会。富强教会是我第一间来的教会。然后我最期待的就是参加提摩太的查经班。我每周都带着很多的好奇心，然后想要透过这个查经班，然后来去认识上帝这样子。OK， 好。我讲一下，其实真宇伊讲伊是细汉无去过教会，是因为伊对细汉到研究所的阶段，因兜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因兜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所以。伊拄仔讲对圣经足好奇其实伊的佛经对圣经更较了解但是对细汉真正是一直读佛经，然后读这经书但是非常特别的机会回来到伫教会所以对教会的经验是伊其实会当嘛是讲为这个信仰经验是为了老师来互伊来通了解好，最后一个，这嘛应该伫老母巴肚的伫来教会好，那我就跟他很不一样，我就是从小到大就一直在教会长大，然后小时候只是学，现在提摩太。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我的感觉是，因为每个礼拜6日都来教会，但可能因为从小到大我都在教会长大，我可能对神还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然后就会常常觉得说，我6日都一定要来教会然后好像会被很多时间都会卡到，然后都不能出去玩，然后从小到大都这样。但这里还是有很多我很喜欢的朋友，然后老师，所以每次来教我还是非常快乐的。OK， 好，我先讲因拄仔所讲我拢无逼因讲迄拢因家己写的
OK， 所以因拢分享因大汉，有一寡人是为细汉伫妈妈的腹肚就开始参加主日学吼，啊有一寡像真宇较特别是大汉的时阵来到伫教会哦，但是因对教会也是对这个信仰因拢有无共款的熟悉和认捌。下来我要请因来分享哦，那因这是因细汉的经验吼，那即马伫青少年体舞台的牧区，也是伫小组，因敢有啥物非常印象中非常感觉趣味，也是印象非常深的一寡经验，也是有一寡互因会记伫的代志。好，咱来转去好吧？好。特别经验，像这次那个带那个主日学的夏令，我被安排的是演戏，然后我们就会提前1个礼拜啊，然后很多老师跟提摩太的同学就大家一起来排练演戏。然后中间如果出什么问题，大家都会很快的一起想办法解决。对不起。然后就是很可以感受到大家团结起来，想要把一件事做好，然后感受到大家我就是在其他地方感受不到，就是人与的那种和谐的爱。对。我很喜欢这样的气氛，谢谢。OK， 好，真宇来分享一下，就是在牧区或小组有趣的印象或深刻的经验。OK。对。好，我觉得就是前阵子参加天才好管家，然后我是担任队服，然后这是对我来说蛮有趣的一个服饰吧。因为就其实我们在牧区里面是被牧养的嘛，然后其实我们大家都没什么经验。就大家都是凭着我们在牧区得到的爱，然后想说要分享给小朋友这样子。那我觉得蛮可贵的是，我们每次开完检讨会之后，然后都会自己揪一团会后会，然后我们讨论的内容呢，都是在想说，我们当天遇到什么事情，然后可以怎样调整。那甚至说，我们未来如果还有参与到夏令营的时候，然后可以做什么的改进？那虽然说，就是我们就看起来好像很小，就像青少年，好像什么都不懂，好像能做的都很有限。但是我看到的是大家凝聚在一起的那颗心。我相信，就是这会成为这个教会很大的能量吧。就是未来，我也期待。就是提摩太牧区或是基甸牧区的人，可以成为教会具有影响力的一份子，这样子。好，依婷来分享印象深刻的事情，或OK。我印象深刻的话，就是最近因为我在做实习的小组长 ，OK。在带领组员的时候，虽然会有一点紧张，但是身旁都是那种好朋友，就是觉得说，我好像也不是这种老师跟学生的关系，反而是我们是朋友的关系，在互相聊自己需要的祷告，将我们在学校或者是职场上面所需要的来跟大家来分享。我觉得很感动的是，我可以以自己的身份来聆听大家，他们不管是学校或者是职场，他们遇到了一些挑战或者是一些有趣的事。我们都可以为他们来祷告，或者是来分享，来让他们做一个美好的见证，这样。OK。好，换妍心来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牧区有没有印象深刻或有趣的经验？我是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但是我很喜欢提摩太的小组时间，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自己的近况，或者是当日牧师讲的主题啊，或是一些信仰上的看法。就我觉得跟学校的朋友不一样，是可以聊很多东西。然后我很喜欢，那个大卫来聊天室这个主题，就是我会因为对可能升学或者是以后工作方面的问题感到有点迷茫，但是呢，我听到大家很多不同的分享，就学到了很多经验。OK， 好。我补充一下，伊拄仔分享讲有一个印象深刻的代志吼，阮即马提摩太牧区开始，阮一个月阮有一届吼，阮先邀请教会遮较社青的吼，因伫各行各业因有无共款的经历，
有一寡遮个青少年、遮个社青，伊可能即摆工作所做的，含伊过去读的无共款，有一寡可能是相共。但是我邀请遮个社青，来到含遮个天舞台的青年，含因来做伙分享，互伊嘛通了解讲，未来我会当安怎来做，嘛互因通了解伫即个成长的过程，除了读册以外，伫信仰、伫参与教会的一寡活动，会当安怎来得到学习甲帮助吼。所以我嘛趁机来宣传吼，阮每一个月阮有一届吼，阮会邀请遮个社青吼，因为无共款的工作、无共款的行业，阮会邀请伊来分享吼。所以拄仔延伸咧讲的是这个吼 ，OK 好，最后来新凯。我会记得有一摆，阮天母台牧区做伙去新华的苦皮教会去服侍，迄摆任务是阮去协助甲陪伴因的小朋友。对我来讲，遮个小朋友就亲像我的弟弟妹妹共款。阮做伙唱诗歌、演戏、读经。上互我感动的是，就是看到苦皮教会因的青年人，因终身的付出甲服侍，是得到我合适的，所以这是我印象上深的一摆经验。好，那安尼我要请恁继续分享啊。拄仔有讲到一寡印象深的经验，也是恁感觉有互恁伫即个牧区也是小组，恁有经历到的代志。但我煞要请恁分享，我即个前面分享就是恁伫牧区也是伫教会，恁得到的成长吼，特别是青少年这个阶段，对恁来讲，恁上大的成长，也是恁伫遮得到上大的帮助是啥物？要再回来吗？还是你们要猜拳？伫参加天舞台牧区了后，阮会有足侪小组的时间啊。伫即当中，阮会分享生活中的大细项事，无论是好的也是歹的，阮拢会互相带导扶持，诚做彼此的帮助。伫近摆段的服侍中，嘛互我有足侪学习。为下晡连续一直到暗时的敬拜，领诗的人甲乐团的配合，每一个所在拢看到大家用心，无论是领诗的乐团，也是驻唱，也是音控，拢看到圣性的带领。上互我感动的是，就是看到敬拜中每一个牧区每一个少年人拢举起双手来学了上帝。好，来延伸。我在提摩太敬拜中有担任领唱，但是我其实一开始觉得自己声音不好听，所以就都唱得很小声。但是后来我就可能是因为唱很多次，所以也慢慢有了信心，就可以大声的敬拜。所以我觉得我进步最多的就是对自己有信心。好，来继续，好来，我来。我在牧区最大的成长就是愿意在教会中服侍，因为之前虽然我是在教会中长大的孩子，但中间有一段时间，因为对这个信仰没有完全的认识，所以就会觉得说，我好像礼拜日来到教会就可以了，对，就是会有这种想法。但经历过一段低潮的时候，又重新回到教会，然后之前认识的哥哥姐姐们也成为了提摩太的辅导们。他们有一天就遇到了我，就问我说：“你要不要回来提摩太一起来参加聚会？”然后那时我就回来了。然后隔没多久，刚好遇到我们提摩太刚好要带敬拜，牧师就邀请我说：“你要不要一起来参与领唱这个服事？”我就说，那时候我就跟牧师回说：“我可以吗？我才刚进来提摩太没多久，我怎么可能做得到？”但牧师就说：“那为什么不要试试看呢？试试看，或许就知道自己适不适合。”所以我那时就答应牧师说，不然我就试试看。从那时候的领唱到现在
能够站在中间来当主领。我觉得这是上帝的恩赐，也是上帝赐给我的一点恩典。谢谢大家。首先我非常感谢有那个提摩太呢，有一些跟我差不多年纪的朋友们，然后很多时候我们圣经或许看不太懂，但是我们很愿意很沉浸在这个讨论当中。我觉得我们这世代已经不是要什么直接给我们答案，我觉得反而是要让我们不断的讨论，然后去整理脑中的思路，然后去得到一个结果，那才会奠定我们信仰更坚定的这个步伐这样子。然后再来是我们除了假日聚会之外，我们平常也会照顾彼此，就是会传讯息说你最近还好吗？或是遇到什么困难的事情，也都会互相祈祷。就像是那个恩琪同学就很常揪大家一起吃饭啊，然后来那个陪伴大家这样子，然后遇到什么困难大家也都很愿意帮助这样子。再来是我非常感谢牧师，然后还有师母，在我这个初信者的时候，或许现在还是没有啦，好啦，的时候呢，常常就要听我问一些怪怪的问题，但他们都也很及时的回应，然后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这样子，谢谢大家。好，来乐多。我是在提摩太里面的话，应该是听瑞明牧师的讲道的时候，会觉得他讲题目是真的围绕我们年轻人的主题来讲，真的可以学到东西，然后跟生活去结合的，然后也可以跟信仰结合，会改变生活中的态度。还有是像我也有在提摩太练敬拜，然后常常会被纠正服侍的态度啊。我觉得我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是还要学习的。OK。其实应该有足侪吼，我甲伊讲袂晓讲伤侪吼。其实对遮个青少年来讲，我其实嘛有每一届有机会和伊分享的时候，我嘛讲，其实讲足侪我家己的经验。因为对我家己来讲，我最后会选择真做一个牧师，嘛是因为伫我伫青少年的时期，我真正得到足大的帮助，对我真正得到真大的鼓励。当然，我无甲遮个青少年讲，恁大汉拢爱做牧师啊，我无甲伊安尼讲。但是我更较愿望是因伫遮会当真正找到因每一个人因生命中无共款的恩赐，帮助因，互因伫这个牧区、伫教会中透过信仰，互因会当得到成长。最后一个问题，我要请因来分享，就是因因分享的是即马这个时刻，但即马最后要请因来分享的是因对教会，还是因家己对信仰，因有啥物款的期待？你要第一个吗？好。对信仰期待，就像我刚才讲的，其实我还没有什么感动吗？然后，所以常常会怀疑说，我来教会这样服侍敬拜，我是为了什么？然后花了这些时间，对我生活会有什么帮助？对。然后像有时候在看前面在敬拜的时候，看到旁边的人突然眼泪这样流出来，然后听到很多人见证，就会想说，真的吗？就真的有这么神奇吗？就这么，所以我现在对信仰的期望应该是可以感受到神对我的帮助或者是存在。谢谢。换我吗？好，没有，好。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来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就有些人可能想说是一个很棒的休息的地方，然后有人可能会觉得是来交朋友。
那我一开始来到教会的时候，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休息地方，因为不会有人问我实验进度到哪里，或是做得好不好。然后大家也都很关心彼此，我觉得这样的感觉真的蛮棒的。但是心里好像有一点没办法被满足，对，就是好像有的时候在平常遇到什么困境的时候，然后你就拿来教会抱怨，然后重点是那个抱怨还在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说，就是唯有灵里的成长，然后才能解脱身上的束缚。我觉得说小组里面要有一点信仰上的讨论，然后才能让我们更多的认识神，而不是来这里交朋友，然后就是单纯只是休息，就可以带大家思考来教会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再补充一个，就是我觉得服事对我来说还蛮重要的，因为就像是做家事一样，就如果你是家里的一份子的话呢，你会想说就是要尽一份心嘛。所以对我来说，能够参与服事，是可以增加那个归属感的。然后我觉得啦，就是也不要把我们这些青少年保护得太好。其实你不要看我们这些好像什么都不会，没有，就是你只要东西放下来去做，然后他们其实都很有能力去完成的。我觉得传承对于这个教会其实也蛮重要的，所以我会希望教会不管是在办夏令营的时候，或者是服事的时候，可以给他们多一点的机会，然后去做参与这样子。感谢。我呢是我对信仰的期待就是，能够更认识神。不管是我们在不同的年纪，不管是幼稚园，或者是中年，或者是老年，我们都可以认识神的话语，因为能让更多会友们能够来进入，来见证上帝的恩典和上帝的美好。对，就这样。好 ，OK， 妍希来。我的跟怡婷差不多，就是希望可以更认识神，然后了解很多信仰上的东西，然后还有，对，就差不多这样子。OK， 好，最后一个新凯，给你做总结了。我即马是升高二的学生，除了专心伫学校的功课以外，我嘛希望继续伫牧区聚会，听通牧师的教示，拍好信仰的根基，嘛甲牧区的青少年互相学习，互相成长，然后加做彼此的属灵伙伴。好，所以最后时间的关系，牧师请因继续留落吼，牧师甲最后的分享讲了。所以牧师要讲，透过无共款的分享，其实牧师讲，咱是无共款的世代，只有国中、有高中、有大学、有研究所，在座兄弟姊妹侪咱可能嘛是无共款的年纪，咱所经历的上帝嘛无共。但是透过因的分享，最后因特别讲到对教会、对信仰的期待，其实因这个阶段因非常较无在超找这个信仰，超找这个上帝。所以，互咱伫无共款的世代，悠然经验着共同的上帝。其实咱信的是同一位上帝，只是咱认识的方式无共，咱认识的时间无共。但是，互咱用伫无共款的世代，咱拢共款来经验这位奇妙的上帝。所以，拄仔其实嘛有讲到，咱毋单是服侍遮的青少年，咱嘛装备遮的青少年，互因通会当认识信仰、认识真理。搁较重要的嘛是有一天，互因会当起来服侍教会，互因的性命会当起做来成做服侍教会规个群体非常重要的一份子，互教会搁较完整。互教会毋单是有年长的、有社青，嘛有青少年、有儿童，互规个教会是非常的完整。互教会的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世代，拢会当伫共同的话题内面体验到上帝奇妙的心意。什么是共同的话题？就是咱做伙讲出上帝伫咱生命所行的见证，伫咱看见上帝伫咱每一人生命，伫咱每一个家庭，咱每一人所经历上帝迄个奇妙的恩典。互咱伫无共款的世代，但是咱犹原讲共款的话，
讲同款的见证，看见上帝奇妙的作为。所以最后这段经文，牧师邀请大家做伙来读，这是华语的经文。但是牧师嘛邀请大家用华语，咱做来读一解这段经文，大家来读一遍来请。上帝能以运行在我们当中的大能成就一切，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到颂赞，世世代代，直到永远。阿们。愿上帝赐福伫咱的教会，世世代代拢经历着伊的大快乐，成就伫咱每一人的心中。特别咱教会要行50周年。也是60周年，甚至是100周年，搁较远的世代，咱有缘看见上帝的大快乐，伫咱的教会，伫无同的世代中，拢不断显明伊的大能力。这时间咱搁一摆拍谱啊！感谢这各位青少年，因对咱来甲咱来分享，谢谢，好，谢谢你们。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无需要邀请大家做伙来。直接来公道，虽望原本有准备唱回应诗，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无需邀请咱做伙来特别为着这青少年，咱做伙来祈祷，为着咱教会后一个世代，咱为因来祈祷，然后咱请咱奉献的服侍同工来准备来收奉献。所以这个时阵，无需邀请大家，特别听了这个青少年因的生命的分享，伫教会会得到的帮助以外，互咱内心搁较有一个较无对后一个世代，咱有一个负担，互咱做伙起造一个完整的教会，伫无同款的年龄，咱拢经验到上帝奇妙的作为。所以无需这时阵邀请大家做伙开喙，为着咱教会的青少年，为着后一个世代的青少年，嘛为着若是你厝内面。有儿童、有青少年，特别嘛为伊祝福来祈祷。无需这时阵邀请大家做伙开喙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主啊，在心安同在，主啊，为着这个青少年，主啊，帮助因，互因在心安同在，主啊，互因在心看顾，时阵来同在，帮助因，互因在心安同在，主啊，看顾因，互因在每一个时刻、每一个时代，拢有主你美好的作为，主啊，帮助因，互因在心安同在，主感谢你，互因在心安同在，主啊，心安同在。请主上帝，阮搁一摆来你面前，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的教会，伫每一个年龄的改赞，拢看见着主你奇妙的恩典，互阮伫每一个年龄的改赞，拢互阮会当经历着主你美好的作为。主啊，帮助阮，虽望伫教会中有无共款的世代，但是互阮每一个世代，拢会当有共同的话题，就是会当讲出主你美好的见证，讲出主你伫阮心上所。产生美好的稳定，主啊，特别帮助教会中的每一个青少年，互因伫这个人生重要的阶段，透过教会的帮助，透过信仰的起造，互因的人生的道路，通知有主，通真做是因的倚靠，也帮助这青少年，互因无论伫信仰、伫因的学业、伫甲人的关系、伫因因的健康、伫任何各方面，拢有主你完全的保守。也求主你来赐福每一个做爸母的、做阿公阿嬷的，当因面对厝内的青少年，面对因这个年纪、这个年龄真大变化的时刻，互因有智慧，通知安怎来陪伴这个世代的少年人，互因有智慧来帮助这的青少年，互因毋那是伫因的智慧，互因的聪明来成长，嘛互因伫信仰的根基会当起造了稳固。主啊，帮助每一个青少年，也帮助每一个爸母，每一个做阿公阿嬷的，互咱每一个人拢因为会当看见到主你美好的恩典，咱做伙来起造。搁一摆将教会中的青少年交伫咧手中，也将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也交托伫主你的手中，保守阮，互阮做伙起造你所欢喜的一间教会。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这时阵，咱将咱的时间交予咱的师会，我来接续吼，咱的师会要招奉献吼。咱等下吼，因为有2项较特别的报告。我想讲要节省时间吼，小等下咱的师会要讲来收奉献的时阵，咱就请我们青少年来收奉献。但是伫咧奉献中，咱慢慢收奉献吼。我要请志强长老，你倒位
伊随用顺差报告，安尼咱就时间会较节省哈。所以我们先请志强长老报告就收奉献，你来讲奉献来好。好，咱请青少年开始来收奉献哦，好来到前面来但是一面报告安尼吼。咱只是来做伙奉献，我代表小会来向大家报告，咱伫50喜里的这个筹备当中，咱有伫咱的教育中心地下室甲1楼、2楼，咱有要做一寡装修的工程，咱现今看到的，就是咱现今已经做好的，咱对楼梯落的时，咱会当看到，这是内底的现今的做好的，这是，咱伫遮特别，咱除了是咱的硬体方面，伫咱的每一个活动的时间顶面，咱有真侪需要大家会友共同来参与，伫遮咱也感谢实践家这个设计团队，甲咱做真好的设计。伫几个月内底，咱有经过足侪讨论，互咱的工程会当这个设计图改了搁再改，改了搁再改，改到咱的甲咱承接的单位甲咱讲哇，你莫搁改啊，你搁改落我毋知影要怎做。伫顶礼拜的时阵，阮就咱现今会当看咱现今的地下室甲咱做好的相片啦这是咱期待后壁咱做好3个月后做好的相片，咱会当来看一下。伫顶礼拜的时阵，应该是讲星期一的时阵，我交咱的实践家的负责人来讨论的时阵伊是我毋知影有一个小会委托阮去交实践家来商议这价钱的时候，咱小会有一个真高写毛笔的伫我头前就敲电话叫伊来讨论。迄个价钱实在是伊嘛无法度接受啦。迄个价钱是已经加到足价所以实践家是甲我讲要迄个介绍伊无法度做啦。安尼我就讲无咱方案1咱无法度，咱用方案2。方案2的时阵伊是讲咱的总工程实在是足庞大的。因为咱爱搁敲掉，搁甲做新的上去，所以咱有足侪迄个工程需要足侪的时间，甲现今咱的当然咱的工资啥话，逐项拢起价，所以讲即个介绍伊是真正是无法度做，安尼我就讲无咱用方案2，方案2来做一个议价，做一个参详啦，咱的实践家迄个负责人就甲我讲安尼无你的方案2是安怎啦我讲安尼啦阮家己由阮来开出，因为伊讲迄个原底讲450是无可能嘛尾后阮就是讲安尼无伫485，毋知影有可能完成无啦这个485的时阵是讲阮就交伊商议讲是毋是照原来设计图用485这个金额。来做最后的工程的尾后的工程款就对啊。伊讲阮甲恁奉献有够济设计图啥话拢甲恁优惠拢甲恁奉献恁搁要用这个介绍其实感谢主啦实践家设计团队伊也愿意用485万。来做即届的装修的这个工程的工程款，伫遮感谢会友，咱看到塔拄青少年，顶礼拜主日学的夏令营，后礼拜阁有主日学的爸爸节献诗。我看到咱教会有真侪青少年，真侪少年囡仔，因为咱需要互因有舒适的空间，互因自会。会当有稳定的自会空间，咱希望通过这个整修，互大家自会搁较有品质，大家较愿意
来教会互咱的教会不断的成长。多谢各位咱继续为着这个工程来代祷，为这个工程来奉献，互阮伫处理这个工程的事无欠亏。感谢上帝以上报告，多谢各位。请会众起立，咱做伙来唱诗歌。会众请坐。好，咱伫即个报告报告的即个节目进行之前咱阁有一个报告，真歹势，时间小可有甲咱当着咱教会为着庆祝50周年咱伫音乐这方面用足侪功夫特别呢，咱有请咱摇花祝福满满的作词者就是咱的信仪老师伊写2条迄个歌词。就是特别为着50周年做的这2条歌词要举办争取就对啦看有人会晓甲谱曲无？咱来请咱的信仪老师来甲咱说明讲要安怎写这个谱通好将做咱50年的敬拜赞美的歌曲。来，咱请信仪老师来。大家平安。实在咱伫富雄教会真侪长辈，因的文笔真好，嘛有真侪国文老师。但是我感谢上帝，我受到林清长老的邀请，会当为着富雄教会50许年来写即个歌词我嘛感觉这是一个真好的荣光上帝的机会啦。虽然真正感谢大家安尼，真正。毋是讲我台语足够，还是安怎？但是我着尽量用我对即个教会，咱富荣教会祝福的即个心来写即条歌因为真侪人毋知讲即个歌词要哪读啦所以较等嘛咱甲恁分享我的创作的即个理念即个歌词的台语要哪来读迄阵为着要来写即个50许年的歌，我开始来读富荣教会是安怎开始的原来就是伫50年前即摆应该算49年前这是一个报道所开始所以呢，以前呢，这是真正是一个甘蔗园所以呢，我就想讲上帝予我一个真大的感动，因为我一直咧祈祷讲要来安怎来写即条歌。所以头前就是开始来说明讲，即个教会是安怎开始的所以一粒种子也伫产业，就是安怎即个福音的种子也伫即个甘蔗园的产业内底。风吹日拍，雨水灌压经过呢，逐工风吹日拍雨水安尼灌压，日出月圆唱信心的歌就是逐工上帝拢甲咱伫地圣神论途，互伊勇行。即个教会因为有上帝的伫地，有圣神伫遮，互即个教会安尼起造愈来愈好势有建立了教会春夏秋冬，上帝化果因带福音伫遮，结果子满满。经过50年春夏秋冬，今日真侪人伫遮信主，你嘛开始做传福音的工作这是我对即个教会的了解因为我有看到陆义德牧师，伊是要来写圣诗，伊甲教会的历史、甲教会
所有的事工产物的工作写甲足完整的。金希文教授为圣歌队来写，我想若是对诗篇写，一定是俄勒感谢。所以伫咧甲上帝求讲，安尼我若以敬拜赞美方向，我是要写啥？教会我的祈祷是上帝，因为我即马真做富强教会的一份子吼，我免哪来为即个教会献上我的祝福，甲为即个教会来祈祷。因为咱今日写歌，富强教会就是一个信仰的群体。我会开始有即个灵感的时阵，就是对恁的咱50几年恁开始迄个甄选票选的即个标语开始，所有的灵感都来啊。当然最后胜出的是富强50向主奔驰，有无？但是恁内底有人写爱传承使命，爱见证主听，吼，我拢甲恁写伫内底，包括恁讲要迎接丰盛，我甲即个信用团队，恁所有爱的物件，我拢写伫即个内底。所以咧，咱来过来副歌，这是 verse 1吼，我即个副歌有写2个，这是第1个副歌吼。咱为着咱50几年，咱献上咱的俄乐嘛吼，所以我就写愿心大欢喜，喜出俄乐的歌声。主稳定哪甘乐，四河拢无煞。甘乐就是春雨之福啦吼，上帝伫即个教会真正祝福满满吼。敬畏上帝的根，爱结束团。吼，啥物是敬畏上帝的根？就是讲咱的信仰，咱伫遮，咱爱继续基调主爱淡遮有好的造就吼，毋是讲信主了啊，咱信主了啊，咱的根若是吼扎实，咱根深啦吼，咱的即个树仔就会大长吼，因为咱即马逐个人拢是一个福音的种子。即马呢50年啊，咱拢渐渐吼变做一个大树吼，望即个根仔都爱继续团吼。年年开花结实等新叶，我望讲50几年，毋是吼，咱像是一个一阶段，咱会阁愈即个教会一定会愈来愈侪年吼，望咱逐年拢会让有真侪人灵命更新，还是咱的性命得到无共款的无共款的更新吼，所以嘛会当有侪人伫遮来信主吼，毋知写信主咱的事工会阁真侪突破吼，这是我对于咱教会的祝福，所以我有写着讲，年年爱开花结实等新叶吼，如因等实为主做工心开换吼。因为吼真侪人有时来为主做工吼，我望讲逐个人是安怎欢喜做甘愿受吼，毋是讲来服侍是一个重担，所以我特别来写讲心开换吼。那因等是就是我有看到恁的标语内底就有一个什物录音展示，所以我写伫即个内底吼。好刷来就是对教会的祈祷吼，愿上帝你的荣耀遍满。愿阮所行的，你同在带领吼，这是第一段的歌词，吼，副歌的第一段歌词。即摆要来看第2段的歌词吼，拄则是俄罗，即摆是感谢。愿心大欢喜，因感谢的诗歌，上帝真理的光，永远拢袂花。这毋是拢毋通念做永远拢袂煞吼，永远拢袂花。我所有写的拢有排比对仗甲押韵，吼。所以要帮助咱写歌唱起来较顺吼。所以讲，咱富阳教会嘛是一个，伫即个社区，伫咱台南是一个真有上帝真理的光伫遮，上帝真理的光一定会带咱的教会吼向前行吼。所以真理真重要吼。彼此相听的种子吼，彼此相听的籽爱结束团，因为咱是信仰的团体，伫信做内底，上帝互咱一个真重要，圣经有记载一个上重要的命令，就是安那彼此相听。吼，彼此相听，咱就知影咱是耶稣的门徒。彼此相听会当掠砍真侪的罪。吼，那彼此相听就爱圣经嘛有讲吼，真侪代志咱爱感觉有毋通对人有不要每种事情用感到亏欠，但是有讲。
爱彼此相听即件代志，爱大感觉有亏欠，吼。所以我感觉讲，伫即个教会，望讲咱即个彼此相听的经济会当继续也吼。啊，伫遮见证主听，亲长看，吼。就是时时见证主听，亲长看，这嘛是恁50周年标语的一个内底吼。啊，传承使命，嘛是有写伫个内底。拄则嘛有一个研究生嘛讲，望会当传承。即个使命有可能是服财的态度，嘛是有可能是上帝要咱结束咱的时间，还是传福音的使命，咱会当代代来甲结束。啊，望讲在座的，咱的信仰拢会当坚信，无摇错吼。啊，这嘛是我的祈祷，愿上帝你的旨意得成，愿阮所做荣光主圣名吼。啊，咱写歌的时阵，恁若是有可能吼，一两字需要有因为写歌的节奏要来改加语助词，啊是要来加1、2个字，伫即个。伫即个歌词无变的意象顶头，恁会当修改拢无问题，吼，嘿。啊，若是有啥物袂晓念的吼，要叫我录音，互恁听袂要紧吼。我感觉咱的迄个龚医师，伊就真正有一工写互我的，就讲因小组有人有兴趣要来谱曲，但是毋知要哪念，伊就叫我录音互因听，我就甲伊录落的，啊传互伊吼。若是有需要，我嘛当录互恁听吼。啊，这是台语的部分吼。过来的，我搁写一个国语的，因为拄则就像讲瑞平牧师对教会所讲的吼，望咱这个教会，啥物的年纪拢有，吼。所以我知影青少年嘛，做爱写歌。我开始写歌的时阵，伫大学的时阵吼，伫甲尤志廷牧师阮做伙成立赞美之泉吼，所以我想讲嘛来写一条。国语的啊，台语的吼，即个长辈嘛会当吼来参与安尼吼。好，国语的咧，我就想着讲吼，伫圣经内底吼，以赛亚书有提到即个4年吼。啊，我嘛迄摆为着咱教会的祈祷吼，我若像就是有听着即个迄年的，即个号角已经响起，因为我看恁吼，足侪即个教会拢推动足侪活动。所以我就有一个意念，就来写一个4年的号角响起吼。啊，遮就是写着讲，足侪人进入咧教会内底，恁的性命开始吼来遮受到更新，有足侪开始有足侪破碎，还是过去可能毋捌上帝，咱做过，那像感觉讲上帝，我那以前吼足糊涂，做足无好的代志吼，来教会。写着真侪诗歌，上帝互恁会真正安慰，迄是毋是目屎拢会流落来吼？迄就是心灵一个医治吼。啊嘛，包括讲，敢会当先转去 intro， 嘿 intro 我还未讲了，嘛包括讲，咱建立即个富强教会的时阵，应该嘛是拄着真侪困难，啊渐渐啊看到即个教会安尼50几年，咱要来庆祝吼，真无共款的心情。毋是我写的讲，回首恩典的足迹，主的恩手不曾离。多少晨光与黑夜，是主同在的印记。软弱中靠主刚强，瓦器藏着你的能力吼。往这瓦器藏着你能力，就是咱圣经内底讲吼，上帝讲咱伫咱人就是伊的器皿吼，伊互咱真大亏待伫咱的内底吼。破碎中有主平安，每滴眼泪你珍惜吼。就是讲，咱伫即个教会，逐摆咱敬拜时是安尼目屎会流落来，因为迄个上帝伊伫上帝平安，就是伫你的当中。即个教会要成做真侪人会安慰，真侪人伫遮，恁的软甲顶顶拢要得到。上帝伊拢甲恁珍惜吼，啊，互恁会当搁伫遮吼装备自己的大能力吼。来，过来看咱副歌吼。副歌我就写讲，4年的号角响起，催助我向主奔驰不放弃吼。这嘛是咱的标语内底啊吼，激励我见证主爱不停息。4年的号角响起，我要如鹰展翅上腾，
迎丰盛恩雨吼，望我台人拢真欢喜，为主来做工，望这个丰盛的温厚会当降落来。同心合意，传承主使命，直到地极。吼，因为这嘛是上帝互咱来讲的，咱来传福音直到地极。好，咱即摆来看 bridge。这个 bridge 就是以赛亚书所讲的吼，号角的声音划破天际，荣耀的乐章，颂赞喜年的信息。以赛亚书有甲咱讲喜年的信息是啥哩？被掳要得释放，贫穷得医治，贫穷得富足，伤心得医治，亏损得恢复。啊，上重要的，以赛亚书嘛话来讲，咱的上帝吼是万国万民的上帝，所以望万民拢爱归向你吼，这就是 bridge。到 bridge 了后，你会当登去吼主歌，还是登去副歌下落来。啊吼，因为这是号角的号角的喜年的号角响起，你若是上尾，你的最后一句的你的歌的 ending 要写伫号角的喜年响起嘛是会使吼，这就互恁大个人自由发挥安尼吼。啊，这是我简单的分享，啊，若有啥物不明白的吼，会当过来甲我联络吼。啊，恁的迄个报名简章拢伫咧恁的第9页，啊，恁较家己看吼。啊，我就安尼简单的报告，多谢。大家好，我是平一，我是林汉。安尼时间看起来无啥够，阮讲较紧的，真歹势啊。咱先来念即个月经句。3、2、1。我实实在在甲恁讲，听我的话，甲信切我迄位的人，有永远的活命。伊已经出世为我，毋免受审判。24节，阮搁来念一遍。我实实在在甲恁讲，听我搁信切我迄位的人，有永远的活命。伊已经出世为我，毋免受审判。约翰福音5章24节。好，咱先看周报第2啊。后礼拜的是夏牧师要讲道，啊，书会是胡信昌胡长老。啊，咱看第4啊。第1点，本会今日7月27号，两场礼拜举行青年曙光纪念主日特别礼拜，由曾瑞平牧师证道，提摩太牧区青少年主领礼拜服侍。第2，后主日8月13是父亲节甲圣乐主日，会有主日学的学生参加2场礼拜献诗。第3点，第1，本会定8月10号主日举行世教49周年感恩礼拜及圣餐洗礼时，2场礼拜合为1场，礼拜为9点开始。第2，请为报名洗礼的人坚定信心代祷。第5点，本会定9月7起推动第8期幸福小组。好，咱看第5页。第7点，基甸牧区2025年的台北底选队，因要伫10月13出境，伫10月10返台，隆重闭工。第8点，其他的报告。第1，中会呼吁为丹纳斯的洪灾复建代祷甲奉献。第2，本会54年有无法过干的义卖。第3点，后礼拜开始的主日的爱心午餐暂停。咱先到第7页，奉献，请甲大人家己看。若是有毋对的，请去找教会的财务同工。好，咱请夏牧师来补充报告。
好，咱真多谢吼，咱的青少年对头到尾，拢足美好的服侍，台语足赞的，咱甲拍拍鼓励一下好无？真好的服侍，感谢主。虽然时间吼，因为两个节目合作会小可有较长大家分论吼，牧师做最后，咱要来做介绍，咱介绍一位朋友姊妹叫做陈千荣，有伫遮无？千荣伫遮无？来欢迎伊，欢迎，来欢迎你，来站起来，欢迎你哈。谢谢。好牧师补充2项咯，第一项就是讲，拄则有讲迄个无花果干义卖吼，牧师手中即个一组就安尼啦吼，意思是讲，即个物件是咱总会特别寄来甲咱说多谢的。咱2当前吼，为着土耳其的迄个赈灾咱甲奉献。无是我2当后讲寄即个土耳其出的哦，土耳其出的迄个无花果干。寄差不多60份啦，想讲若要分互咱家里麻烦啊，规气过来义卖一包100块，伫楼骹计是卖不了啊。若你有意思吼，这火锅干清食足好食。有人讲吼，佮加一粒核桃落去，做伙煲佮较芳啦吼。若卖了就为止啊，因这是人送的，这先甲咱拜托。佮一项咱请投影片能够换过来吗？我们那个礼拜的投影片咱拄则志祥长老有讲吼。咱要推动即个50几年有2个大主题，第一就是讲，咱有庆典吼，逐项聚会、逐项演习会拢爱开销，但是其中较大项的是安怎？咱想讲趁50几年吼，咱即个礼拜堂遐水，咱迄个地下室毋是袂用一，但是吼，望共款咱升级啦，所以咱伫遐对地下室1楼、2楼，那总整修佫进前已经完成一部分啦，大概爱开600万。你想讲哇，甲省钱加较，毋是，咱是为着吼，要有一个足优质的迄个住的环境，互咱的囡仔，互咱的青少年，互咱住的感觉去到遐足有迄个迄幸福感、荣誉感吼。咱望讲1楼的迄个空间吼，会当比第2个心灵转角，互人入去感觉讲无想要出来安尼吼。我相信开遮的费用的确有足好的价值甲改变。咱若有兄弟为着即个奉献，咱会当用即个红色的奉献地，来甲记你的名甲迄个代号。若是讲会当用咱月献的即个嘛会使献吼。欢迎鼓励咱大家踊跃来参与。真多谢，咱甲时间交我们的诗会，我们就要做结束，谢谢。上映了后，请牧师来祝祷。困求主恁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困求你甲我带去保护。假使我因行欠比是正，暂我等你遵守你诫命，互我伫黑暗中做光灯，对找因带是迷人，这是我人生的称望。咱再来领受上帝恩典，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扶持甲相通，甲咱众兄弟姊妹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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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大家请坐，咱列倒来闭会。
咱第一点来到结束，大家会当互相请安，完成的祝福。